The Chosen 選文，文章題目更好的生活，作者可妮，文章源自蒲公英，聲音導航者黃妙清。從小，父母就教導阿文要過一個更好嘅人生，因為家境實在太苦啦。佢嘅父母欠債累累，還要養佢還老麻嘅弟弟。當時佢懵懵懂懂，直到有一日佢返到屋企，搵唔到屋企人，只係睇到一封遺書。阿文，你唔一樣啊，生得又漂亮又聰明，我哋唔想再拖累你，你一定要活得比爸爸媽媽好。自此之後，阿文隱藏住佢內心嘅悲痛，做任何事都用盡全力，拎到最多嘅第一名啦，考上最好嘅學校，搵到待遇最好嘅工作，將自己打扮成最漂亮嘅女仔，然後就嫁進家境好好嘅人家，做最孝順嘅新抱，既能幹又溫柔嘅完美太太。但係佢日日都會諗起佢嘅父母，佢亦都冇同任何人去講過佢自己嘅往事，哪怕佢對住佢自己嘅先生，亦都係緊緊咁隱晦表示雙親意外過世。佢覺得自己唔會有坦誠過往嘅一日，佢話要努力，更加努力，佢要生下一個優秀嘅兒女，栽培佢哋出人頭地。可是世上有啲事，或許努力都得唔到。儘管佢好積極懷孕，好注重自己嘅自身健康，有一次嘅產檢超音波結果出嚟，佢嘅孩子左手似乎少咗一指。喺診所裏邊，阿文知道之後好激動，連珠炮般咁向醫生發問：能夠再檢查一次嗎？少咗一隻手指，係咪會影響生活啊？如果我再生第二胎，會唔會又係咁樣？難道係因為我有個老麻嘅弟弟，我家嘅基因都唔好啊？醫生卻冇先回答佢呢啲嘅問題，而係拎出佢自己嘅手機，展示好多照片俾阿文夫婦睇。一張張嘅照片記錄咗一個少咗右手掌嘅孩子如何長大。嬰兒嘅時候參加爬行比賽，小學嘅時候打桌球，中學嘅時候做科展，成年嘅時候去學開車。呢個係我嘅大兒子，佢喺生活之中確實有好多要克服嘅事，就好似我其他孩子冇先天嘅疾病，卻唔愛讀書或者性格衝動一樣。我接納佢哋嘅唔完美，佢哋亦都接納自身嘅差異。呢啲年，我每個孩子嘅人生都覺得好精彩。走出醫院之後，阿文嘅丈夫先詢問佢弟弟嘅事，佢察覺到已經無法隱藏，佢就將自己過往嘅事
講晒出嚟。冇諗到丈夫聽完之後就話：太好啦，你咁神秘，以前我都怕你係唔知邊度流落喺外邊嘅皇宮貴族。其實我亦都有隱瞞嘅事，我係長期接受咗憂鬱症嘅治療，而家我仲食緊藥啊。坦白講，我都好擔心會影響到我哋嘅細路。如果只係少咗一隻手指，我反而鬆口氣。先生睇落嚟輕鬆自在咁講說話，卻緊緊咁握住阿文嘅手。原來先生亦都曾經覺得，如果自己唔夠好，就冇辦法擁有幸福嘅人生。阿文不禁溫柔咁靠近先生嘅懷裏。從前阿文認為佢一定要過爸爸媽媽遺願裏邊嗰種更好嘅生活，直到呢一刻，呢個時候，佢終於能夠為所愛嘅人，為咗孩子，為咗自己過新嘅生活。羅馬書12章2節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嘅善良、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我的心完全交託在你面前，我要稱頌你美名，我全人完全擺上在你面前，我要敬拜你，喜樂中我讚美敬拜不停，你是我的唯一，患難中我時常感覺不到你，但你不曾忘記。患難中我要敬拜你，患難中我要降服